有冇發覺而家行路嘅時候隻腳拖住地下唔想提高咁樣咧？等陣先。嗱，假如你有咁嘅狀況，而家行路開始隻腳拖住地下唔想提高嘅，咁有機會反映咗其實你嘅大腿肌肉同埋呢個膝關節嘅功能開始下降啦噃。咁所以要趁早鍛鍊，預防跌倒啦。咁啊，今日介紹一組保健操，大家可以鍛鍊一下嘅噃。好，今次需要一個輔助一張凳啦，係啦。今次做嘅時候需要做一個前後腳，係啦，扶住張凳嘅，慢慢坐低，係啦，挺胸，個身要直嘅，係啦，去到差唔多掂地，呢個腳唔需要掂地嘅，咁就慢慢起翻身啦，係啦，咁重複做3至5下，咁視乎自己個狀況啦，係啦，如果太攰咧，可能做1-2下就要轉邊啦，換邊嘅時候同樣地，係啦。留意呢隻手唔好做一個支撐，就撳住呢度就盡量唔好啦。係啦，3至5下為一組。咁呢組動作咧就有效去鍛鍊翻你嘅大腿肌肉啦，同埋膝關節靈活度嘅噃。咁如果想湯師傅為你做一個全身筋骨調整、預防痛症嘅，歡迎留言保養，我將資料發放俾你。